台南市第5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伫安南区甲牌成立，所在地真正是旧安顺派出所，由政府出钱将老旧空间活化利用。这座心卫中心的成立，嘛代表市府对市民的心理健康服务迈向新的里程碑。服务范围包括7个行政区，照顾大约35万人口。建筑物是现成的，地点是现成的，但是经过我们耐震补强，以及把这个派出所给活化，变成我们的心卫中心非常非常好。人口第2大的行政区，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心理卫生、社区心理卫生的服务，我相信一定造福市民很多。也期待接下来发挥的功能，能够让台南市更健康，大家更快乐，然后更无烦乐。这座中心不只是整合医疗甲心理卫生资源的推动基地，嘛是社区心灵支持的重要据点。未来希望透过甲里长合作，伫地方发展有需要的市民。独老或者是我们这要老互相照顾的这些脆弱家庭呢，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。所以我们也很欢迎我们的里长或者我们的民意代表，在发现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民众有任何的心理卫生的问题，那也可以走进来跟我们反映，那我们就会来提供民众最适当的服务，希望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健康。市府嘛同步启动心理相连计划，配合预定伫115年将设立7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，由专业团队进入社区提供心理咨询、智能治疗甲社工服务，希望建立更加安全的社会安全网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